推車仔嘅叫聲，拎住點心紙熱辣辣去搶點心，仲會教你茶位點樣由16蚊減到2蚊，再加埋全單免加1嘅攻略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能肚餓嘅頻道。今日呢集比較特別想多謝成日留言支持我嘅朋友，多謝你哋咁真心嘅意見，呢啲說話對我嚟講好重要，係你哋嘅留言令我知道有人睇，同時亦令我可以改進，非常多謝大家。返嚟今日同大家去試食嘅襟江酒家，呢條就好似一條時光隧道，帶你返去1909年開業嘅傳統酒家。佢喺旺角嘉樂坊重開，佔地7000平方尺。舊式花馬架前排，龍鳳大禮堂，沿用2層嘅點心台，方便茶客上層放點心，下層放報紙。一見到有新鮮點心出爐，大家就會蜂擁而上去睇下有咩好嘢食。你仲可以揀推車仔嘅碗仔翅，或者即煎蘿蔔糕。呢度有6款茶可以揀，佢哋用大茶煲沖茶，已經好少見啦。佢哋用嘅係散裝茶葉。睇下佢哋點心嘅價位，係由25蚊嘅小點去到48蚊嘅優點。午市燒味都好多選擇。等我分享返個慳錢攻略俾大家先。我當日係假日去，茶位每位要16蚊。點知走嗰陣先發現，原來平日上午指定時段，只要同行有合資格長者，茶位竟然係2蚊位，仲要全單免加1。仲有另外一個優惠，平日下午茶都有全單88折。老實講，平日去真係抵食好多，大家記低呢個時間啦。介紹咗咁耐，終於開餐啦！影片係全自費製作，希望觀眾你可以訂閱支持啦。第一樣食嘅係灌湯餃，正宗嘅灌湯餃就好似呢隻咁，係唔會用湯裝住嘅。餡料有半肥瘦豬肉、火腿粒、冬菇碎，湯餃皮算係薄得嚟，帶有少少煙韌。而湯凍主要由雞腳同豬皮熬製而成，不過呢隻灌湯餃就唔算多湯汁啦。跟住食嘅係蝦餃，外皮晶瑩剔透，食得出除咗蝦肉同筍粒之外，仲落咗少少肥豬肉，令到餡料更加油潤，好食。第3樣食嘅係牛肉球，食落口感軟綿綿，加埋馬蹄碎夠晒爽口，芫荽同蔥花份量啱啱好，幾好。跟住要介紹呢碟鮮蝦炸雲吞，真係好食到要衝出嚟同大家分享。首先外皮炸到好鬆化，但係碟底可以做到一滴油都冇。至於香脆程度，大家自己聽下。準備仲有佢嘅外皮，食落竟然有陣雞蛋卷香，裏面粒蝦肉仲要彈牙，實在太好味，超級推介。至於呢個香蒜蝦春卷，我就覺得好普通，因為淋晒，非常影響口感。仲有食嘅點心，例如有牛肉腸，腸粉非常煙韌滑溜，牛肉餡料足。至於煎蘿蔔糕，食到啲蘿蔔粒，可惜喺紮實度方面就差咗啲，質地偏向鬆散。呢碟是汁蒸排骨，明顯啤粥水，冇嗰種討厭嘅梳打粉味，美中不足係偏鹹咗少少。跟住就到甜品時間啦，最後記得睇埋近門口位嘅甜品檔，嗰度不時有新鮮出爐嘅甜品，睇到邊款就即刻攞，保證熱辣辣。試咗呢款蓮蓉西米焗布甸，依家真係買少見少，唔係間間酒樓都肯花心機整。表面焗到焦香金黃，單係賣相已經好吸引。入面啲西米粒粒飽滿有彈性，完全冇變糊。布甸底做得好出色，蛋香味濃郁之餘，口感仲好滑溜。
最令我驚喜嘅係中間啲蓮蓉餡，質地細滑清甜，直情好似食緊高級月餅啲蓮蓉咁香濃，真係好回味。美食太多，可惜戰鬥力已經去到極限。今次食住咁多先，其餘嘅點心就等大家去試完再話我知啦。除咗點心，其實佢哋嘅晚市仲有好多手工懷舊小菜㗎，快拍個晚市餐牌俾大家參考下啦。佢嘅晚市有例如係極考功夫嘅鍋貼小糖菜，鬆化嘅麗戶香酥鴨，仲有鮮甜拆肉嘅順德手拆魚蓉羹，每一道都係誠意之作。等大家有個預算參考下，我哋兩個人喺週末過嚟，總共食咗367蚊，人均消費大約係180蚊左右。總括嚟講，喺度見到穿梭嘅點心車、懷舊嘅點心款，呢份濃郁嘅懷舊氛圍，的確有份新式茶樓俾唔到嘅老香港風味。講到點心價錢，我就覺得略嫌貴咗少少啦，因為呢度好多熱門款式多數都係大點，而小點嘅選擇好少，變相人均消費會高啲。不過如果你想體驗正宗嘅點心車文化，呢度絕對值得你過嚟感受下。影片係全自費拍攝嘅，好多謝你可以睇到嚟呢度。如果你鍾意呢段影片嘅話，希望你可以幫手訂閱。觀眾你嘅支持就係我拍片嘅最大動力啦，好多謝你。好多謝你陪我一齊食，影片到呢度啦，多謝收睇。